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致缺乏。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我们再一次来赞美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。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虽然我们有哭泣，但是我们早晨还是为神来欢呼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点燃对你的爱，当初对你这么起初的爱。我们要将这首诗歌献上给你，只要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求牵引我贴近你。无论高处低处，渴望能重新的力，倾倒你的火焰，让灰烬人再次燃起，成为焚烧的生命。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，祝你打开天门，焚烧炼净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你心意。求你点燃，兴起我的生命，成为馨香的火祭。祝你彰显大能，一直释放我们。求你再次降临，点燃我的心。主啊，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。无论高处低处，渴望能重新的力，倾倒你的火焰，让灰烬人再次燃
响的火祭，主你彰显大能，一直释放我们，求你再次降临，点燃我的心，生命如风吹进，眺望星星，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，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，圣灵火降临。站着敬拜跟神说，圣灵如风吹起，眺望星星，站着信心唱给神听。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，奔向祭坛全然献上自己，圣灵火降临，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，主你
是的，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，能力都归于你，圣洁荣耀尊贵，能力圣洁荣耀尊贵，能力都归于你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虽然我们的肉体软弱，但是我们的心里依然愿意来敬拜你，依然要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忧虑，常常担心，常常惧怕。但是当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你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忧虑都带去，要把我们一切的担心、惧怕都带走。主啊，我们这时候要把我们身体上面的欠缺，把我们生活上面的欠缺，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愿主你垂听我们祷告，愿主你的话语彰显，也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个孩子的身上，使我们明白神你爱我们，你真的爱我们，你为了爱我们，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要救赎我们。我们是蒙恩的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是蒙神所喜爱的，我们的生命是耶稣付上宝贵的代价的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是非常的重要。主啊，求你再次对我们说话。谢谢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敬拜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祈求、祷告、敬拜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请坐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我们没有聚会，我们去参加约书亚的敬拜。好，我们有28个人去参加。不晓得你们去参加，好有没有非常的享受在这敬拜当中？有，有没有不晓得你们参加有没有学习到新的功课，或是学习到我们怎么样可以提升我们在教会的敬拜？好，能够把点燃约书亚的热情呢，也能够点燃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神的火热。好，虽然我们没有这么豪华的配备，或是这么多的大的场地，但是呢，最重要就是有一个敬拜的心。好，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敬拜神的心，神就在我们当中。那上个礼拜牧师有一个礼拜时间去了越南。好，那本来想要今天分享，好，不过我想一想，我今天分享可能就把我今天要分享的时间用掉，所以刚好下个礼拜六有个晚上的聚会，好的时间，好，牧师会把它移到下个礼拜六来分享，好，关于这次牧师去越南6天，好的这个学习，还有看见，好，还有以及上帝在世界展望会，好，这个世界的组织机构，好所做的奇妙的事情。那这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好要来在礼拜六的聚会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，好，我们今天是跟着每天的灵修进入到了列王记啊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非常有名的一段故事，好，一段记载，就是所罗门的祷告，而上帝怎么样回应所罗门的祷告。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，在列王记上的第3章，好，第10节到第1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神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、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，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”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敬拜你的时间。我们要在这里借着你的宝贵的话语，以及你在所罗门王身上所成就的美事，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美好的经历。也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耳，能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，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罗门他这段的祷告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羡慕。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交换礼物，或是圣诞节，或是你要送人生日礼物的时候呢，你会想要去送对方一个新一个礼物。好，那我记得在我以前女儿小的时候呢，她要送我礼物，她先跑来问我说你想要什么？那我想说，我讲出来你送得出来吗？我讲得出来你送得出来吗？但是呢，他会来问，问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呢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他想要送的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是送你觉得你想要的东西，而他能够做的话，那他会想要去送给你这样。同样的，上帝对所罗门有一个应许，告诉所罗门说：“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”如果有机会，让你填一张空白的支票，然后这支票上面，随便你写，你会想要写多少的数字呢？1亿够不够？你觉得够的请举手。1亿，不够的请举手。好，那没有举手的人就是1亿，好，你大概还没有去想，但是对这个数字呢，可能是一个数字。但是他可能对每个人心中的价值，可能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但是呢，上帝告诉所罗门，好像给他一张空白的支票，说你要什么，你可以求。那所罗门要什么呢？这是一个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上帝要给他。但是所罗门这时候几岁呢？很重要的，所罗门，你猜他这时候几岁？他当一个王，整个以色列国家的王，你猜他几岁？如果你有参加共读的话，或是听早上牧师在 YouTube 的分享，所罗门这时候呢，不到20岁，不到20岁的年纪，他要接续他的爸爸大卫，来治理整个以色列的国家。而且呢，20岁的时候，可能他还在念大学，这个学习的阶段。不过呢，我们在看圣经，其实所罗门这时候虽然20岁，可是他都已经当了爸爸了，他的孩子罗波安都已经生出来了，其实已经生出来了。这个你要去看到后面，你就会知道，他的孩子都已经生出来，所以他也不是我们想象这个20岁这个年纪，还是一个大学生，还是一个靠爸靠妈族，然后呢回家吃父母的，用父母的，没有。其实他自己搞不好都已经成为一个结婚的父亲了，他的儿子都已经出生。可是在这个年纪当中，他去这个丘坛献祭的时候，上帝就问他：所罗门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可以求啊。可是呢，这种的条件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？其实不见得。因为呢有前情提要。前情提要呢，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好事会发生在所罗门身上？我找了3个，至少有3个所罗门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一个，所罗门怎么样？爱耶和华，是在他求之前，那圣经就说所罗门爱耶和华，这个是很符合圣经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，那其实要爱人如己，所以所罗门他的确有比他的别人爱神的特别的地方。至于怎么爱，我们不晓得，可是所罗门他的确在圣经被记载，他爱神。第二件事情，所罗门怎么样？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就是他的爸爸是一个跟神关系很好的人，而所罗门看到他的父亲的身上，他也学习，也效法，所以他把他爸爸所做的事情呢，他也拿来做了，所以他爸爸交代的事情，他也去做了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。第三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呢，前面的人没有任何的人做过，所罗门是破天荒第一个做的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做了所罗门献1000的祭牲为燔祭。
我去查了圣经当中哈，就前面要献牛啦、献羊啦，没有人出手这么大方的，好，一次献了1000头的祭牲，没有人能够像所罗门这样，连他的父亲也没有，好，也没有。可是所罗门呢，这3件事情，所罗门爱耶和华，他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还有他非常无私大方的奉献，好，慷慨献给神，而成就了这一次的机会。就是在献祭的那一天晚上，就在那一天晚上，在基遍这个城市这个地方，神就显现，虽然是显现在他的梦中，可是神呢给他一个空白支票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以你真的想要跟所罗门一样，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神到你的梦中对你说话，哎呀，某某人啊，你要什么愿望，我来帮你达成。好像那个魔镜啊，或是那个阿拉丁的神灯，好，这样磨一磨，一个阿拉丁就跑出来。你要学习的是所罗门，他怎么样爱耶和华，遵行神的话，还有他对神好的奉献，还有付出，好感动的神，所以神就成就。但所罗门在这个机会当中，不晓得他有预备或是没有预备，可是呢，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所罗门求的。他要的不是要1个亿，或是好几个亿，或是要的金钱，好，他要的是很多的人可能不会把它放在他的清单当中的智慧，所以他要求的这件事情呢，这个就是他那时候献祭的画面，不过这是 AI 画的，好，那所罗门好20岁这张照片看起来也不太像20岁哦，但是呢，你要想想一头牛是这样子处理的话。1000头牛，好，那个场面，好，那个要多少的人，好，才有办法一次，好，来献1000头牛，好，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可是呢，所罗门在这样的祷告求之后呢，好，圣经说他求这一件事情，上帝就喜悦，哇，所以所罗门真的是逮到机会，好，他已经对神，好，神其实已经对他很好，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。然后呢，他又逮到了机会，好，顺利的当上以色列的王。现在呢，好，他已经非常的爱神，神也居然也给他一个支票，好，愿意给他答应他。而在他求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求完之后，上帝又更祝福他，更喜悦他。好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样的机会，好，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几次呢？好，我希望至少有1次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说0次，好，当然越多越好。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真的有1次这样的机会，好，不一定是在你现在这个年纪，有可能是在你10年后、20年后，或是30年后，你的人生那个真的，万一神真的很爱你，让你有一个你可以跟神求的机会，你绝对要学习抓住所罗门，他这样子用这样的机会，好，干港原理，好，他呢，好，把上帝所求的上帝给他。没有求的，上帝也给他，哇，这真的是太美妙的事情。所以牧师简单的整理3件事情，所罗门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祷告，让他这样的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谦卑认清自己的限制。我们来读前面的经文第7节和第8节，请男生来读，请。好，所以大卫呢，对不起，也是大卫，所罗门。好，所罗门呢，好，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限制啊。好，这个是圣经翻译说我是幼小的孩子。好，不过呢，刚才我已经有讲，好，其实这时候他的孩子，他的第一个儿子都已经生出来了。好，他至少已经娶了1个老婆，也生了孩子。好，可是呢，他用说他在上帝面前，他还是非常的像孩子一样。而且他的爸爸好做王40年，好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。虽然大卫至少有2次到3次的失败，可是这些失败好不能够遮掩大卫好他40年来好的成功。所以他呢要怎么样能够在他爸爸的基础上面能够超越？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好，其实他跟神求智慧以前，光他这个祷告，觉得他有没有很有智慧？
你就觉得哇，他已经很有智慧了，他知道自己的缺乏，知道自己的限制，还有知道他自己现在正要做的事情。第8节，他现在好，他说仆人住在你拣选的百姓中，这百姓这么多，好，连大卫曾经去数算过百姓。去数算百姓这件事情呢，好，他就去算，好，算出来的，好，男生有几十万，好，拿兵器有几十万，就这件事情就得罪神，好，所以在这数算之前，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。可是呢，现在呢，他既然不能够去数算，他只能够说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好，该怎么办？好，现在呢，6月份，好会考上个月考完哦，好，那。昨天是寄成绩单，好，现在是开始要填志愿，好，要填学校分发，好，如果现在是国3的学生啊，好，那在分发的时候呢，好，那他有一些指引，好，这些指引都很好，好，就是说呢，你要首先好，你要知道你的兴趣啊、志向啊，然后争取你的优势啊，好，然后呢还要跟家长、跟老师讨论啊，好，然后呢听从这些建议，好，才不会说，哎，你成绩考得这么好。结果呢，你却没有录取到你梦想的学校，或是说呢，如果你前面这个做得好，就算你成绩没有很高，可是呢，你却可以做好这些的步骤，搞不好你也可以进入超乎你所求所想好的好学校当中，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分数限制在哪里。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分数和限制。譬如说上礼拜你去听完约书亚，你会给约书亚敬拜团打几分？有没有一个数字？50啊，90啊？对不起，我听错，90，我现在是直播，90。好，那你觉得你会给我们自己的敬拜团打几分？50，现在直播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是50分，他们是90分？好，那这个限制在什么样的地方？所罗门他要做一个王，好，不是说好，我做上王了啊，我现在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什么？我就可以跟人家一模一样。没有，他先找到自己的限制，就好像你的成绩单是这样的分数，这样的分数，好，他到底可以适合，或是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学校？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。所以你要祷告，要蒙上帝的喜悦，其实你要先知道说，你哪一些真正的缺乏在哪里。真正的限制软弱在哪里？第二件事情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求智慧，未能辨别是非。所罗门很有名的祷告就是他跟神求智慧，可是这个智慧呢，好，在历代志上，好是讲智慧，可是我们读的列王记呢，它不用智慧这个字哦。我们来看第3章第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9节，请。所以求你赐仆人善于了解的心。可以判断你的百姓，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你这么多的百姓呢？好，同样的故事呢，记载在历代志下，对不起，历代志下的第1章好，就是列王记上的第3章跟历代志下的第1章。在历代志下，好，讲到他求的是智慧，可在列王记呢，好，讲到了他求的是善于了解的心。什么叫做善于了解的心呢？他求的是一个能够判断百姓、辨别是非。那你觉得他要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？他要这个东西要拿来做什么？他当王之后，他要想要做什么角色？你觉得呢？按他这样求的这件事情，协调，还有呢，很好，还有没有？辨别，好，所以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辨别？法官，对，就是法官，好，就是他想要做一个像法官一样的工作，好，所以法官，你知道今天的法官怎么来的？我们台湾的法官，好，就是从上面来的，好，他要有考试的及格，还要经过训练完成，最后呢还要阶段训练，最后他才能够分配好到各个地方的相关的法官的工作当中。好，那今天的法官，你觉得我们台湾的法官公不公正？好，
啊，这个可能现在台湾人对法官的信心啊，比较低落，没有觉得每个法官，因为我们听了很多的案例，什么恐龙法官啊，所以这个法官有一些真的是很认真的法官，也会被这个恐龙法官这个名词呢给污名化，好，或是我们真的也不晓得这个法官他的为难或难处在哪里，但是你真的看到有一些真的是很莫名其妙，好，或是很过分的法官也是有，好，会运用他的这个职权呢，好，结果是在协助是其他的人。法官的养成制度呢，好，在我们台湾是有3个阶段，好，光你拿到这个第1个阶段呢，好，就要上课28周，好，第2个阶段你要训练64周，第3个阶段呢还要再完成综合的研讨验收分科教育12周，好，所以它有这样子分段的养成，好，才能够训练出一位合格的法官，好，才能够到法院里面或是相关的法务的工作。可是就算有这样的训练够不够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真的训练看起来是这样，可是我们的法官呢还是有很多觉得不足的地方。但是我们的现在呢，去年我们有通过了这个国民法官法，所以可能有一天呢，你也会去被选上国民法官哦。好，所以国民法官呢，就是参与在几种案件，最后一个。他的本刑超过10年的有期徒刑，还有呢，因为故意犯罪而发生的死亡结果的罪刑，好，所以这是国民法官有表现的机会，就是要被判死刑的，或是10年以上的，好，然后你只要是在这个被选上的话呢，你就会跟3个真正的法官跟6个国民法官一起要完成这整个审理的案件哦。好，那先不讲这个，可是回来所罗门。所罗门说他要能够有一个善于了解的心，也就是智慧。这智慧是要解决国家这么多人生活中这么多的问题。好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读到明天的第3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呢，所罗门求完之后，问题就来了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有2个妓女。好，这2个妓女呢，都是怀孕了，然后都各生下一个男婴，然后这2个妓女呢，她们是又睡在一起的，被分配睡在一起，然后都抱着他们的娃娃 baby 睡觉。可是某一天呢，其中一个把自己的婴儿孩怎样压死了，然后剩下另外一个男婴，可到天亮的时候呢，压死自己婴孩的呢，发现他的孩子死了，他就做什么动作呢？调包。把另外一个还没死的换过来，然后把死的呢换过去。好，在今天是不可能这样了。好，可是在以前，是会可以的，调包动手脚。结果另外一个女生呢，另外妓女醒过来之后，发现她的孩子死了，她很难过。可是她仔细一看，说这个就不是我的孩子，这才是你的孩子。好，可是呢，另外就开始耍赖。这件事情呢，就一路告，就告到所罗门的面前。好，那所罗门他怎么样断定是非？好，所罗门只有用一句话，好，就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来人呐，拿一把刀，然后怎么样，把这个孩子剖成2半，一半给他，一半给他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”好，通常我们想说，好，哪有人这么笨？好，你这个上帝给你的智慧怎么这么笨？好，切成1半。可是呢，真正厉害在后面。当他这么说，然后那个来人啊，也真的拿出一把刀。刀拿出来的时候呢，马上就一个妈妈叫出来说：“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，给他。好，这个孩子给他。”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什么：“好啊，好，反正2个人都1人1半，正好。这样子就知道谁是真正的妈妈。好，就是那个不要杀他，就是真正的妈妈。所以所罗门好求智慧。”之后呢，好，就发生了这个善于了解的心，所以就了解了什么叫做智慧，就是知道人心里面的事情在想什么，还有你能够去分辨真假。今天这个社会很多的假讯息、假消息，很多的新闻，好，或是你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学校，好，很多的资讯。这些资讯呢，好，再加上 AI， 它都可以用合成的、用变声的、用声尾的、用各种的技术的，让你很难去分辨真假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善于了解的心，好，来知道真假。所以所罗门，好，他跟神求的这件事情，就是求智慧，
能够辨别是非。而他这样求之后呢，第10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。所罗门因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再一次，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所以说，所罗门真是逮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神好，他这么样的爱神，神也这么样子大方告诉他：好，你既然这么对我这么大方，我也很大方的告诉你，你要什么，尽管求。而所罗门好了解人，好了解神，好他就求善于了解，能够听诵。好，在我们的和本当中，好那个善于了解的意思就是能够听诉讼。就你要像是真的是一个法官，好，这个在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，那个在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呢再把这些的资讯呢，你要整理起来，然后最初你要做出一个判断，这就是所罗门要求的东西。他不是说考试考100分，好，不是说考驾照一次就通过，好，他要的是一个能够了解事实真相好的智慧，有点像柯南，好，有点像柯南那样，好，那所以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上帝就喜悦了。所以当上帝喜悦的时候，好，就很大方的，好，你没有求，那么你没有求的东西，我也给你，好，我也给你。在耶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，好，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你跟神求，好，如果你把不重要的东西拿来这边求，重要的东西放到后面而不求，好，那你就错过这次的机会。可是你把重要的东西拿来前面求，后面你就算你没有求，可是神说这些东西也要加给你们。好，这张图呢，好，是网络上找的，好，说人生有7个阶段，0到6， 6到22， 18到25， 25到35， 35到50， 30到35， 35到55， 55以上，好，55以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现在在第几个阶段？考不好已经到了中间的阶段，哈，你在前面的阶段，你会发现，好，这个图不是绝对，好，是一个参考。人生阶段，好，都在几乎35岁，好，35岁以前，好，就是你人生的这7阶段有5个都在35岁以前，所以你这个刚开始的学习的阶段，好，是人生当中一个影响你未来日子、影响你未来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、一个变化。好，但是他告诉你们说，这时候你就是要储蓄了，要储蓄了，好，要风险管理啊，要收入，要退休，要储蓄，所以这是一个投资理财公司做的人生7阶段，就是告诉年轻人，早一点要好好的理财。不过我要讲的是说，你觉得这一个阶段哪一个阶段最重要？哪一个阶段最重要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都重要，很好。我觉得第8个阶段更重要。第8个阶段是什么？就是安享晚年之后。什么是安享晚年之后？就是我们说的，你挂掉了，你去找上帝喝咖啡，那个阶段更重要。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人生都在储蓄，不管你满足到哪个阶段，可是你死后要做什么？死后去哪里？死后的世界怎么办？你都没有在这个计划当中。结果呢，你就错过了，你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就是倒过来，把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先满足，先计划好。那你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，就觉得你就开始很放心，就能够很坦然的面对，就不会计较。假设我们把这个颜色变成是你的幼稚园，再是你的小学，再是你的国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研究所。到出社会，如果你把它变成这样看的话，如果你现在已经走到后面，你再回去看你的小学阶段，你小学的这些事情，你再重新去念次小学，你会加强什么地方？如果再重新回去到国中，你会想要在国中的这个阶段，想要重新把哪个地方做好、学好，你就开始知道，这就是你人生长智慧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高中生，或是你现在是个大学生，你要有一个更远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你。我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把什么样子的该有的、该具备的，一定要具备好，而不要错过了。等到我都已经上了大学，我才开始把小学的功课好好拿出来读。
那就错过了。所以人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可是所罗门跟神求，上帝跟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，我们请姐妹来读11节和12节，请。”所以上帝都知道所罗门的困难在哪里，就是他需不需要长寿，他需不需要富贵，他需不需要灭绝他的仇敌。所罗门都还没有去提，可是上帝都已经知道。所以马太福音6章33节说：“不要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”不要忧虑礼拜一，这个台湾的股票到底会跌多少点？因为昨天台湾晚上的股票跌了3000还4000点啊，4000。已经破了记录了，但是不要忧虑，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知道。你要忧虑的是，你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把那个最重要的第8个阶段，能够先安排好。当你求好的时候呢，那神说，你只求能明辨，可以听颂。上帝也知道所罗门要求这个东西，求来干什么的？就是那时候没有人教所罗门怎么当法官。没有这个法官的养成训练的阶段，但是上帝说：“我可以帮助你。”但是你没有求的12节，我会照你的话去做。我会给你智慧和明辨的心。所以智慧是这样子来的。这个所罗门求智慧，是为了解决人跟人之间的问题，解决了百姓的问题。在教会有没有问题？有，人跟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。在教会有这么多的人，就代表会有这么多的人问题。所以你需要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需要有智慧，能够去明辨、去分辨真跟假。那上帝还告诉所罗门说：“我要给你这个智慧呢，叫做空前绝后的智慧。以前没有人比你像你这么有智慧，在你以后也没有人有这样子兴起像你的。”所以只有耶稣吧，大概只有耶稣可以超越所罗门。但是以人来讲，所罗门已经是人的极限。爱因斯坦的智慧会不会超越所罗门？也不会，也不会。所以在所罗门时代，他的建筑，他的国贸，国际贸易，所罗门的写诗，写文章，写歌，所罗门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自己盖了花园，都是超越当代的人，到今天也很难被超越，更重要就是他的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弄到一个程度，我们以后读到列王记会看到，说在所罗门王的年代，银子不算什么，就是在路上捡到银子，就好像捡到1块钱一样，不算什么。因为所罗门的年代呢，到处都是黄金，他每一年收到的国外来的黄金呢，都是用几万公斤来计算。所以所罗门的年代呢，今天不要说几万公斤，你要1000公斤的黄金的买卖，那已经吓死人，一个国家的一个国本。可是呢，在所罗门的年代是几万公斤来，几万公斤去的。但是上帝告诉所罗门说：“你没有求这些，我会把你求的给你。”后面13、14节，你没有求的，我也给你，就是什么呢？富足、尊荣，还有使你在世一切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，我必使你长寿。好，所以所罗门求的，上帝给他。没有求的富足尊荣，上帝也给他，还有一个长寿，我必使你长寿。但是上帝这个有但书。后来所罗门活到几岁？如果所罗门做王的时候20岁，最多20岁，不会超过。做王40年，为什么40年？因为他死了，所以20加40几岁？60。所罗门活了几岁？没有超过60，最多60岁。大卫活了几岁？70。
好，所以他有没有超过他的父亲？没有，表示14节有问题，不是上帝话有问题，是所罗门有问题，因为没有遵行神的道，没有谨守神的律例诫命，没有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所行的，所以上帝保留一个但书。不然，如果所罗门听话的话，他可以超过他的爸爸70、80，好，甚至想要跟亚伯拉罕175岁都有可能。不过呢，这就是所罗门让我们看见，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始，但是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生的结局。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去了天堂，会不会看到所罗门？你如果到了天堂，会不会看到所罗门？这个答案呢，是很值得去思考。如果看到的话，那就感谢主；但是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所罗门这么伟大的王，他居然进不了神的天堂的时候，你说他有再多的智慧，再多的尊荣，再大的名声，进不了永生，他就是成为地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。那所以怎么样祷告蒙上帝的喜悦？今天讲的3件事情，我们来复习。第一个是，第二个是，第3个是，好，你要蒙上帝的喜悦，祷告上帝垂听，而且你跟上帝求这件事情，上帝还不会生气。有时候你跟你爸爸妈妈要东西、求东西，他会摆个脸给你看。有时候他还故意让那刁你，或是你跟你老板要资源、要加薪，他可能还会故意的弄一个脸给你看。可是你跟上帝求这个事情，他不仅答应你，还把更多再给你，你会觉得哇，真的是乐翻天。所罗门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里，然后他求要用在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而且呢，他没有求的，他也不放在，他也不担心，上帝会供应。所以以至于他的祷告呢，就是第10节的蒙神喜悦。所以今天牧师的结论就是，我们的祷告是哪一种？我要什么，还是神要什么？好，这2种祷告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我要什么的祷告呢？比较像是圣诞节到了啊，我要什么圣诞礼物？我开始写 list， 好，我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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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，上帝啊，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给我这个这个那个。你就把上帝当作是一个什么？一个神明，祈求的神明，或是阿拉丁神灯一样，哇！上帝，我要这个，好，要到之后呢，好，上帝没你的事了，你可以退下了，好，你可以旁边凉快了。或是我们的祷告呢，好，是550波比，好，就是要考试之前就怎样啊？赶快去拜神，好，去求神哦，上帝啊，你知道我这个读不完了，来不及了，拜托你让我明天考试随便乱写，随便乱猜，学背都会中这样子。好，平时不努力，然后临时才要跟祷告，靠祷告，这不是上帝的法则。550波比，好，是那种病急乱投医，好，就是好像真的是自己事情没有办法克服，没有办法解决，出了个篓子了，好，然后呢才说啊，上帝啊，赶快出来帮我收拾，解决我的问题。可是最后，上帝如果真的帮你解决之后，他说哦，上帝你真好，感谢你，好，可是你也没有学到功课。回去呢之后继续捅篓子。第3种呢，祷告呢就是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啊，我要跟你祷告，好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要成为一个爱你的，成为跟随你的。可是呢，真的上帝回应你之后呢，用完就丢。你觉得所罗门是哪一种？他比较像是第3种，他把上帝最后呢丢弃了。他把上帝呢晾在旁边的。好，圣经说所罗门好，因为迷恋外邦的女子，就跟从他们去服侍外邦的神明了，所以他就忘了神，他就忘了神。可是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喜悦，你要有好的开始，还要有好的结束。所以你怎么样爬山，也要记得怎么下山。神要什么的祷告，好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再来读一次14节，请。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正如你父亲大卫所行的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以这里有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遵行神的道。第2件事情，第3件事情，
正如你的父亲大卫，圣经给大卫一个评价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就是当你任何的祷告，神都会垂听。当你任何的祷告，神都会垂听。所以今天这段信息《列王记》所罗门王的故事，希望给不同年龄、不同阶段的你，都去思想，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你担心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你害怕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克服的事情，也不会在你是现在的升学或是考试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一生怎么样能够来活出神，反映出神的形象。你的一生怎么样能够来像大卫一样？爸爸大卫也经历了失败，可是最后圣经给他的评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所罗门是出生在一个极端的幸福、极端的顺利，跟他的爸爸刚好是完全相反。他的爸爸是非常的辛苦，逃难被追杀啦，然后呢被自己的儿子篡位啊，然后被自己的儿子追杀到老。可是呢，最后两个人的据点在圣经留下的评价，所罗门怎么死的，圣经找不到，而且几岁你也找不到。不过呢，你去算就算出来了，60岁在今天来讲，真的是太短了，太短。所罗门最后的下场是什么？圣经可能还是留了他的面子，没有把它揭露出来。可是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一个有这么多的祝福，有这么多的属灵的传承，还有上帝给他一个空白支票的人，最后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怎么搞成这个落得这个下场？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，也盼望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是在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拿什么来见主？不是拿你的学位，不是拿你的薪水，也不是拿你有多少间的房子，你的人生有多豪华的享受，你去了多少的国家，你有多少的奖状，拿来见上帝。你要见上帝的，神要问的是，你跟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连结，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你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的爱耶稣？你怎么样的服侍耶稣？你怎么样的能够让耶稣的生命能够重新在你的生命当中来点燃？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，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效法耶稣的生命，而不是要效法这个世界的生命。所罗门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极 top 这个天花板。你要再怎么样子的智慧，你不会超过所罗门；你要再怎么样赚大钱，你超越不了所罗门。你要娶再多的老婆，所罗门都已经帮你娶完了。他有300个妃，300个700个后300个妃，加起来1000个，1000个哦，他已经超越人的极限。但是这一些又得到了又如何？你赚到了又如何？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失去了，瞬间所罗门石沉大海。这一个人不知道真的死后他的灵魂要去哪里。真的，你到天堂里面，你去找所罗门，你要去跟他聊天，跟他说话，还要想，不确定他是不是会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你只有在列王记看得到，历代志帮他保持颜面，他做的坏事，这些事情历代志都没有讲，你只有读列王记。所以我们有61天要读列王记，你可以好好的来看，至少我们会花2个礼拜来看所罗门的故事。这2个礼拜当中，你可以好好的去思想，他有这么好的开始，如果他继续维持下去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如果他真的把14节这句话听进去、做出来，不得了啊！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到今天，真的就是要大复兴了。很可惜，所罗门，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。我要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用诗歌来回应，也来敬拜，也来祷告，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像小小的所罗门，20岁的所罗门，这样子对神的渴慕、对神的爱、对神的大方、对神的奉献、对神的摆上，让我们能够像所罗门一样，愿意遵行，也让我们一生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。
你的心意，求贴近我，贴近你，无论高处低处，高处低处，渴望能重新的你，倾倒你的火焰，让灰烬人再次燃起，成为焚烧的生命。求你点燃，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。祝你打开天门，焚烧炼净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你心意。求你点燃。牺牲的火祭，祝你彰显大能，一直释放我们。求你再次降临，点燃我的心。我上礼拜去了约书亚敬拜团，看到他们怎么样的努力的呈现敬拜。一个人是去享受一场的敬拜的特会，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了这样的聚会，他们要付上多少的代价和预备？像我们刚才的投影片，就是因为没有事先检查，所以呢没有办法及时的跟上。或是你在参加约书亚敬拜的聚会当中，你会看到他们会在聚会一半就突然站起来去上厕所，然后随意的走动进出，这一切都是他们有被训练、有被要求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敬拜是50分，那我们还是可以感谢主，我们还有努力的进步、成长的空间。你要知道你的限制在哪里，你要知道你要成长的在哪里。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很棒了，哇，把自己打了90分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在外面走路有风。不是，你要像所罗门一样，我现在如果真的是50分，那我要怎么样能够60分？我要怎么样能够多5分？我要怎么样能够更进步？我要怎么样能够更成长？在我现在的这个阶段当中，我要怎么样能够去突破？神告诉所罗门：“你愿意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”同样的，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爱神，更加遵行神的律例，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。让神能够点燃我们的热情，点燃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回应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用重价所赎回的。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，也希望你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是回应神的爱来敬拜他，不是只有把它当成一首歌来唱。即使旷野道路，无力也摸我的心，我要向你屈膝，更多寻求你的心意，求牵引我贴近你。无论高处，无论高处低处，渴望能重新的你，倾倒你的火焰，让灰烬人再次燃起，成为燃烧的生命。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快乐的心，祝你打开天门，焚烧炼净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你心意。求你点燃，激起我的生命，成为新生的活祭。祝你彰显大能，一直释放我们，
起初为你火热的心，主你打开天门，焚烧了进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你心意，所以你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光景，主你彰显他们，以真实的我们，生命在即将地点燃我的心。我邀请大家来做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请你来思想，你的祷告不要成为跟上帝要一个圣诞节礼物的祷告，而且你的祷告也不要成为一个有求500加5波比，把上帝当成是一个护身符。你的祷告也不要成为一个把上帝用完就忘记就丢掉的祷告。如果你的祷告是上帝啊，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要怎么样，我需要什么，都是用我当做开始的时候，牧师要提醒你，你的祷告要学习所罗门，先看神要什么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一个是神要什么的祷告。神要我们遵行他的道，神要我们谨守他的话，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就算我们没有求的，神都会给我，神都会给你，神都会乐意加添给我们。所以你的祷告很重要，你要怎么样的求，你要怎么样的开始，你要怎么样的把你的祷告呈现给神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也是一个让你的祷告能够累积堆叠的一个秘诀。好像所罗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服饰，因为在这服饰当中有一个漂亮的祷告，因为在这漂亮的祷告之后，上帝让他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审判案件，就是我刚才分享2个妈妈死了1个儿子，2个妈妈2个儿子这件事情，让所罗门的智慧顿时的彰显出来。圣经说，全国的人都敬畏所罗门，不是只有敬畏上帝，是敬畏所罗门。现在弟兄和姐妹，你要得到人的尊重，你要人尊重你，你要先学会尊重神。你想要人看重你，你就要先学会看重神。当你看重神，神把他的智慧，神把他的能力放在你身上，你就会像所罗门经历一样，得到人的看重，得到人的尊重。这是一个成功的秘诀，从你的祷告开始。所以牧师让大家先安静30秒，然后30秒之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我希望你跟上帝的祷告是一个漂亮的祷告，是一个能够神要什么的祷告。让你这样的祷告做完之后，今天上帝听见你这样的祷告，上帝也喜悦你的祷告，而且上帝不仅喜悦你的祷告，还说你没有求的，上帝也要赐给你。让我们安静30秒。我要邀请大家来跟着牧师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请你跟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谦卑自己，我要谦卑自己，认清自己的限制，认清自己的限制。我把我的不足软弱都交给你，我把我的不足软弱都交给你。我相信你会帮助我，我相信你会帮助我。我要向你求智慧，我要向你求智慧，能够辨别是非的智慧，能够辨别是非的智慧，能够了解人心的智慧，能够了解人心的智慧，让我更了解我自己，
让我更了解我自己，也能够了解他人，也能够更了解他人，让我能够认识神，让我能够认识神。求你给我这样的智慧，求你给我这样的智慧，辨别是非，辨别是非，辨别真假，辨别真假。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在这个世代当中，让我不会陷入引诱，让我不会陷入引诱，不会掉入诱惑的试探，不会掉入诱惑的试探。虽然我还有很多要求的事情，虽然我有很多要求的事情，但是我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但我愿意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先求神要什么，先求神要什么，放弃我要什么，放弃我要什么。我相信神，你必定会帮助我，我相信神，你必定会帮助我，也会供应我，也会供应我，因为我相信你是爱我的神，因为我相信你是爱我的神。接下来我要邀请大家来跟神祷告，也有30秒的时间给大家，你要开口祷告、安静祷告、默祷、默想都可以，让你在这段祷告当中，你可以跟神来求。是的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虽然我们还年轻，但是我们的人生的阶段不会等待我们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现阶段每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为那一天开始预备，做好的准备。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的日子，让我们都能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要得着那从天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主耶稣再次点燃每个孩子生命的热情，再一次帮助每个孩子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。在这世代当中，有许多的虚假，有许多的谎言，有许多的欺骗，有许多的险恶。但是我们恳求你，在每个孩子的心中放入所罗门的智慧，辨别人的心，也能够来听不同的赠颂，能够在各样子难排解的纠纷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也能够遵行神的原则、神的旨意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像大卫，不是像所罗门。愿我们的一生最后都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能够来荣耀你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是我们的祈求，也求圣灵不断的帮助。我们献上我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一种感动，回应神的恩典，也是一种行动，为主圣工所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奉献。
是你给的，献上我生命，为你传扬。我们有什么不能为你？相知在于你，失去在于你。有我为你尊贵敬你，一生为你成为祝福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应许我们所求的，供应我们超乎我们所求的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爱神、顺服神、奉献自己给神，让我们的祷告都是蒙神喜悦的。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、才能、金钱，作为圣工所用，求主悦纳。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最后来献上我们的诗歌，一起来拍手。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！来领受上帝的赐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能够效法大卫，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。好，我们拍手就拍手。谢谢。好，好，我要开始报告，我是浩宇。好，然后，好，今天没有新朋友，好，然后等一下大家就跟旁边彼此问安。好，开始报告，领袖高峰会时间是8月15号礼拜六，然后还有8月22号礼拜六9点到7点，然后地点是在本会的新堂，然后报名费用一个人1700元，然后如果急在的会友全勤可以退500元，然后如果要的话就扫周报上面的 QR code 报名。6月30号以前报名的有早鸟礼物200元的图书礼券。好，对呀，对啊，很棒哎。好，第4次圣礼典要在那个7月12日举行，然后如果要受洗的，请在6月14号以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。然后祷告会6月10号礼拜38点到9点，主理是严基辉长老，然后地点在7楼的礼拜堂，欢迎兄姐一起用祷告来建立教会。再来第2届台语朗读比赛，欢迎幼儿园大班还有以上到大例会。大理会的大小会有报名参加，报名即日起到6月30号截止。然后报名而且有完赛的会友会送小礼物作为鼓励。然后如果你的成绩非常优异，还有奖金的奖励。然后如果要的话，可以去扫1楼公布栏海报有一个 QR code。然后
后音控训练课程6月13号礼拜六，下个礼拜六的1点半到3点半吗？好，1点半到3点半，在新堂举行音控训练课程，内容包括新堂的音控设备架构介绍，然后服饰的注意事项提醒，然后请所有音控的同工踊跃参加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会友也可以一起报名一同参与。好，补充一下，就是这个音控训练呢，好，我们现在找到一位老师，对我们这台 Mixer，好，他是真的会玩，好，那他也真的有熟悉，好，那他也有来示范好操作，好，所以他是一个乐器行的老板，好，那等一下报告这个音乐营也是他会邀请的音乐老师来，好，所以6月13号他会来带我们示范，好，这个效果器还有这个混音器，好，可以怎么样的呈现，好，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，好，那他那一天会来做一个开头的一个介绍，好，那之后呢，好，需要再更专业的训练，好，到时候我们会再看事后怎么样安排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做补充，好，记得来。好，然后松大讲座6月10号礼拜3的10点半到12点要举行松大讲座，主题是脂肪肝揭秘因应策略，讲师是布桃新陈代谢科邱思翰医师，然后有故宫密的会议代码，然后记得参加。好，然后阿嘎佩儿童夏令营新世纪福音勇士，日期是7月6号礼拜1到7月10号的礼拜5。都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，然后主题是破解网。5月29号前，好没有了，好优惠价也没有了，就是报名费2天，然后如果要的话，请找周报封面的QR code报名。现在报名59位，好，现在报名59位，还要再努力，好还要再努力，大家帮忙宣传，好大家帮忙宣传，小1到小6，小1到小6都可以。好。然后松年大学的参访旅游，今年适逢本会松年大学30周年，要在10月1号到3号，礼拜4到礼拜6前往高雄冈山分校，行程详情见布告栏的海报。然后6月底以前报名还有早鸟的优惠5000块，原价是6000哦，报名请洽翠芬长老哦。好，然后志工队干部会议，下个主日6月14号2点半，在401教室召开志工队第2次的干部会议，请各组长准时出席，然后邀请牧师、侍奉部长、总干事、各组副组长、照服员拨空列席。然后夏季音乐营时间是8月3号礼拜1、8月7号礼拜5，地点是在本会，对象是10到15岁的学生。报名费4000元，然后早鸟优惠是2500，然后只有25个名额，要报名要快。然后报名一样扫周报封面的 QR code。外展牧养座谈会，本主日6月7号1点到3点，在701教室召开座谈会，3点到5点宣教乐讨论会等2个会议，请相关的同工出席。信徒讲座下一个主日6月14号1点，在401教室举办，然后讲师是玉山神学院教务长林昌华牧师，诚挚邀请兄姐核心同工踊跃出席。好，小组时间，青年在这边，然后在工作的在那一边，好，车青在那一边，谢谢。